专台目前针对立委、县市长各有议员计将受59件来进行第二阶段联署的罢免案，陆续拢开始到期咯。有不少罢团已经送件。那中选会审查完成符合规定，就来进入第三阶段的投票。今日解破新闻，咱就请怡真来为咱整理目前理解罢免的进度，告诉来会安怎来进行。是主播。全台大罢免目前来到第二阶段联署送件，但中选会审查通过罢免案确定成立，就会伫20天至60天以内来办投票。若剩这段时间有拄到其他选举，就要做伙来办。依照选罢法的规定，联署的期限是自领联署人名册过当天开始算，所以每一案成案的日期无共款，嘛看上未来投票的时间。来看第二阶段联署立委的部分，拢总50位，包括34位国民党的立委，1位无党籍，各有15位民进党的立委。根据中选会公布的联署期限，原来立委集中伫咧5月，上早国民党上早到期的是台东立委黄建斌5月初2，上晚是基隆林派雄5月23。若民进党的立委大部分的期限拢是伫咧6月才到期，上早到期的是平地原住民立委陈莹，甲山地原住民立委吴丽华5月31，上晚是宜兰的陈俊武6月24。因为国民党的立委罢免人数集中伫咧这个月，罢免团体嘛陆陆续续开始送件。到达为止咧，已经有21位完成送件。不过，根据罢免团体统计，目前实际上是有27位的人数达到标准啊，拢是国民党的立委。民进党立委的部分呢，是要无人人数达到标准。来看正表，27位人数达到标准的名单，目前台中立委罗定宇伊的人数率是169.3%，是全台湾上悬的。若台北市5位国民党的立委拢达到标准。桃园甲台中拢总12位，若拢达到标准，而且是拢已经送件。不过，另外这苗栗的陈超明、邱定军、彰化嘉义乡甲基隆的林派雄，这4个国民党的选区，普遍外界认为要罢免拿赢是上硬斗的。若大家是拢真关心第三阶段罢免投票敢会办伫咧同一天？今日中选会主委李进勇表示，就要看成案的时间，落尾才交予委员会来做决定。以上就是今日解破新闻，咱个时间交等去主播。